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廣州石室聖心教堂，佢嘅前身係被外國侵略者炸平嘅清朝官府。廣東人你要知道，話說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，英法聯軍攻陷咗廣州，佢哋用大炮將原址，即係呢個位置嘅原址，清朝兩廣總督府夷為平地。之後法國人提出咗非常過分嘅要求，要喺呢個地方起教堂。有冇搞錯？炸咗我哋嘅官府，仲喺度起教堂，係一種莫大嘅侮辱。當時清朝嘅兩廣總督盧崇光決不退讓，但係國力衰弱嘅清朝冇話語權。5年之後，中法不平等條約喺1861年簽訂，法國人始終都係攞到咗呢塊土地。我哋見到呢座教堂，佢嘅所有嘅構造都係石頭嚟嘅。喺教堂嘅兩邊寫住兩個地名，一個係耶路撒冷，一個係羅馬，下邊寫住1863，即係話呢座教堂係1863年奠基。而從耶路撒冷同埋羅馬分別攞咗1公斤嘅泥土埋入教堂嘅下邊。呢座教堂起咗足足25年時間，喺1888年終於起好。起好之後，佢就成為咗全球4大全石結構嘅教堂，可以同巴黎聖母院媲美。你係邊度人？你點睇呢段歷史？